所有嘅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福氣來咧》，我係 Rita 玉天。今日呢，所有好看戲嘅朋友有福氣了。呢個介紹一個係苗栗彩體上鏡嘅劇團，呢個劇團我知道非常嘅特別，記得咪非常嘅用心哦，咪係一個跨國際嘅合作。用乜嘢講呢？你啊創辦人呢，記得係一對公婆，一位係安利劇團自簽嘅表演者。依個呢係來自印度嘅才子，佢係擔任導演嘅角色咯。我想今日介紹幾多檔經典嘅作品，按到家戲進作，根本係2.0，就是升級版咯。我想實際先來分享兩位來賓，等下喺節目當中好好同大家分享哦。你來分享 EXR 劇團嘅團長林培安，團長好。Rita你好，大家好，我係林培安。今日當歡喜就得來到福氣來咧一隻節目。歡迎團長，接下來呢來分享兩個來自印度嘅才子吼，佢咪係呢劇團嘅導演，同時佢咪係表演者。最近佢嘅表演我大家看過都係當安咯，佢咪呢當優秀嘅客家細郎哦，來分享呢嘅導演謝陽棠。大家好，好 ，Namaste， 好，我是張譚家燕，好。Namaste， Namaste， 你係講阿姨好，大家好，今日嗬看到咧，一塊窗，你啊團長好咯，大家紹介嗬，韓國啲咧導演介紹時間，我知道呢兩屆咧共同創辦咧劇團，實在創辦到東好。多謝你的哦 no， 所以該東西來創辦咧 EXR 劇團啊，嗬，係用扮演嚟出現。我想因為其實2年前嗬，兩位有上過節目，不過咧要請到新嘅觀眾朋友哦，再一次同大家來分享，好嗎？好，走的。ES 亞洲劇團是我在自己的家鄉苗栗創團的。那其實創團主要的2個主要的方向，一個就是做戲劇的創作，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做我們的演員的一個培訓。所以你係當有用心嘅哈，我看網絡上很多的評價都說你們超級用心的，真的很用心。因為你講，你平常時係講喺台北，嚇也係喺內會，其實看戲啊，你都有一道表演嚇。苗栗彩體，你可能講，係講你喺啲單位學戲，現來單位呢，其實劇團就做很多人才的培養。是，該東西兩位，一位在印度，一位在台灣，兩位共下來叢林咯，兩位愛用英給應驗咯，你就是他的老婆，對不對？其實係你嘅老公嘛，該東西係用扮演，最尾講結婚喺台灣，韓國結婚喺苗栗，怎麼樣會選擇在這邊？2個人的認識是在新加坡，所以他在印度畢業之後，然後我在台灣做劇場，就是真的是一個緣分呐，然後在新加坡2個是同班同學，然後同樣也是做表演這樣子，所以那時候會覺得說，好像感覺起來這個。那時候其實也沒有想到說我會嫁本地，因為真的是覺得說，印度安嚴，然後爸爸媽媽可能也很難想象說，這個不結婚的女兒要一嫁就嫁給印度人，嫁到那麼遠，是不是？還 OK 啦，有可能這個是那個50年、60年時候，我覺得很難的一個事情。這個時代的話，這個每天都飛來飛去，所以你就直接飛過來了，對不對？所以後來導演怎麼會跟着就是佩安姐共下來到台灣，來到苗栗定居在苗栗，創辦這個劇團？一個是我自己的家鄉是比較會小的一個地方，所以我們的腳步比較會慢，所以苗栗我覺得我的家鄉跟很像。and 創作的時候要還是要安靜一下，會想法一下，說甚至很忙來忙去的時候，有可能沒有那麼，所以我說我喜歡這個苗栗這個地方，特別的台灣，我喜歡台灣，我很蠻好的人
我觉得还蛮 humble and very polite and 苗栗 is 我觉得很 perfect 我的创作。尤其对创作人哈，对创作人来说哈，把它点进的素材，你的灵感涌现的时候，你才能够整理你的思路。是的，安尼哈，所以兩屆長團以後，其實導見，你根本嘅節目當中貼嚟讓大家介紹幾多當經典嘅作品，這個假戲真做2.0呢。其實前一段時間2位真的是好犀利呀，他們的戲劇好犀利啊，楊嘟嘟演出非常馬不停蹄，馬上新的作品。所以你對我作品是一步接着一步哎。今年剛好下半年比較滿，那也剛好這2部作品的導演跟演員都是轉安塔擔綱這樣子。那今年真的也是蠻榮幸的，有機會把我們的這個經典的劇作再次的升級扮演。那也是因為這個作品，它在2010年獲得台新獎的年度10大這樣的一個殊榮之後，那當時有一位現在的戲曲夢工廠的策展人張啟峰老師就想說，今年有沒有可能我們把這樣的一個作品邀請到我們的京劇的武生戴立谷老師一起來跟轉安塔共同創作，看看這樣一個從印度的傳統，然後到當代劇場的導演，還有跟我們台灣的京劇的武生，可以撞出怎麼樣的一個跨文化的火花這樣。所以好的作品真的就是會留下來，而且會讓大家一直念想，希望可以再看到哈。所以強搞頭認哈，這個故事既然是2.0，我也看到您就在這邊嘛。它要呈現的有什麼不一樣呢？或者先跟我們講一下故事的原型好嗎？故事的原型，這個是一個印度的一個口傳寓言故事。口傳寓言故事。這個故事是我新德里的時候，我們會同學我們會一直分享的時候，他會講這個故事。這個講故事的時候，我覺得很有趣。最後一個我決定的是一個演員，他決定為了他的工作，他會那個死亡，我們會接受這個死亡。這個是很特別的。現在我們會說，一個人每個人都會演不一樣的角色嘛。我們覺得角色的時候，我們會自己都生活裡面我們會不知道什麼是角色。可是現在你看你演，現在主持人的角色。現在我會訪談的，回家我是爸爸、老公，有的時候教課的時候我是老師。所以角色是一直都會改變的。一個人的他的一個固定的我。很進去裡面的我是另外一個，可是生活裡面我每個人都會演各種各樣的角色，可是我們演的角色好不好？你最精準的演你的角色嗎？這個是我們會生活裡面不知道的。所以這個故事裡面有國王，有那個的商人，他們的角色他好好的演嗎？可是演員舞台上演的時候，我們會說這個是假的。可是生活裡面的發生的東西的時候，我們會覺得這個是真的。可是我們真的沒有演這個角色，我們假裝的演。今天我會演一個好的爸爸，可是我真的做得到嗎？這個是我們沒有問過這個問題。所以什麼是假的，什麼是真的，這個是我比較這個戲裡面討論的是這個。哇，講起來好深奧哦！我馬上就問自己，我戲有演得好嗎？我現在是真正的是在做我自己嗎？這個是很值得探討的耶。所以這一部戲讓大家不斷的回味哦，而且我覺得蠻特別，因為戲裡面只有2個人，對不對？是2個人，所以你要當國王。你要當什麼不一樣的角色嗎？有很多的角色的轉換，其實從說書人到演員演員。那當然，在這個口傳故事裡面，以前我們對於演員的比較戲謔的說法，都是講說是戲子。然後到裡面很多的角色的轉換，其實原來這個口傳故事裡面很有趣的是，裡面的這個演員覺得他的一個人生的舞台，他不只是在特定的區域，他覺得人生就是一個他的大舞台，他想要跳入真實生活裡面做不同角色的扮演。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刚刚导演会连接到我们，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自己本身都一直在做所谓的角色切换跟扮演，但是那个角色扮演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切中了我们想要那个角色最精华、想要呈现的那个最真的那一面？这个讲到心坎里，所以这也有戏中戏的感觉。所以我第个本来的演出的时间，有特别把好像让观众可以就在那个场景里面，不要跟演员分开。那这一次其实，在演出的时候，像11月23、24啊，就在我们台湾戏曲中心这边，它就是一个黑盒子的概念。所有看表演的人，你老演员，我们就是一体的。我们就在体现他角色的转换，你安用意吗？我唔错，所以你要贵招贵包都有晒嘅哈。当然大家想讲，係講我係看表演，我係乃師到乃位，我想先讓大家睇一下，等一下哈，節目轉到做得很多位來分享，長吞長吞，你介紹一下，推北衝。我们在11月的23、24，礼拜5、礼拜6，在台湾戏曲中心，在士林那边会有一个新盖的一个戏曲中心，是它在3102的多功能厅，在台北有2场的演出。那接下来我们也会回到我们吉嘎家乡苗栗，在11月30到12月1号，礼拜6跟礼拜天，好有3场的演出，就在我们文化观光局的中正堂。来扮演我们的经典作品《假戏真做2.0》。好，你係升級版，聽抽本大家非常好奇，到底幾多升級，還有哪的動精彩內容，等家下到轉來下，我好好同大家分享哦。聊一下介紹轉到福氣來咧。我是戴立吾，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在拿到剧本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天哪，这可能要花很多的时间，可能我都要去学印度话或什么的。可是呢，因为我们都是同样，我们担任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职业演员之后，我们彼此，我觉得在这个排练场里面，我们是有默契的。那个默契是他丢给我，我丢给他，这个来去之间，我觉得到后面来那个问题其实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可怕。导演在于表演这件事情上面，他给了我不少的启发，因为很多的观念，很多对表演的认知，其实我没有去做一个有系统式的这样去整理，包括自己的理念各方面的。可他的表演理念或者是理论好了，其实我基本上我很认同，我基本上没有太多的怀疑或者是想要反驳的那个东西。他觉得在传统上面的一些东西是可以帮助我们在表演上面是有不同的呈现，不同于当代的一个表演的一个呈现。所以我们不会完全的就是把传统的东西就直接硬生生的放上来，我们会用传统的元素，但是我们会在那个里面，我们会做一些变化，去把它给我们叫做把它掰开，再把它给揉碎，它就变成另外一种的完整。我必须很有自信的说，两个我们算是中生代的，现在是像剧场界，不分传统不分现代，我们所谓演员，我们过去的历练各方面，还有舞台经验、表演经验、表演认知，这件事情都在整个舞台上面，它就一一的可以呈现出来。大家看到的咧样片是系咧假戏真做2.0，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员是你伫咧地图担任，那你将他投任哈有对手戏的哈，你也戴立吾先生哈，基本上系你传统戏曲界无线。哇，他的身段很好，然后2位怎么样的机缘？导演您怎么会跟他一起合作？就是很久了，我会想。我是当代的导演嘛，可是我们会有被兴趣。我觉得印度是很传统，还是一直都存在的，所以当代的导演还是会有一个传统的一个有兴趣的地方，是我一直都是在。所以我以前合作过比较水生类的这种的传统的那个
有经验的，可是真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标准的一个很厉害的演员跟合作，是第一次，所以很那个兴奋，好，我所以那个，但是这个合作的那个中间，我的时候很蛮，我觉得surprise 的 ，because 我们现在有两个系统，一个西方的一个 actor training。比较为主那个写实的方向，一个是我们的传统的，不需要太多角色的细分，我们是一个身体跟情绪跟动作来呈现的一个，所以我的系统我比较会演员跟合作是内中的一个这个效果后面什么出来，表情是什么，动作是什么。身体的怎么会呈现这个？所以传统的这个背景这种的一个做法，我们会合作的时候，我觉得。举例很简单来讲，一个当代的我们的合作演员的时候，当代演员我会说，这个地方可以做一个动作，一点点跳的，所以我们会教几个跳这个身体的能力有没有这样子的。可是戴玉老师，我觉得，这个地方我们要一个跳，他说，这个跳这样子，我会滚可以吗？那个滚，他跳一个跳，我觉得这个是我当代演员跟合作就是不会想不到的一个东西。所以最终的很多的一个我没有想到的东西，他会提供给我。所以一个导演一个摄影者，这个可以放，这个可以减少，或这样子摄影者的比较这个就是新的火花，真的火花这样。刚好头人在讲的时间，我是去到讲，原来所有的动态、老传统，还係有动态的冇強用哈，尤其看到一個新的。洞悉的世界，找到有洞到的灵感啊！刚刚就讲到，其实会合作应该是一个蛮特别的机缘，是不是？跟现在的戏曲梦工厂这个策展人是白牙，真的是很荣幸哈，就是我们台湾戏曲中心有一个戏曲梦工厂这样的一个，把传统怎么跟当代剧场就是做一个创新的一个结合。那这次的策展人张启峰老师。就是在2010年看过这个作品之后，就一直觉得说，如果有机会的话，让这个印度的演员跟我们当代的武生传统戏曲的演员怎么样做一个对话的可能性。那刚刚导演有分享，就是他们在排练过程中，平常可能觉得说这边有个跳，就觉得哇，这个演员的身体能力很好。可是戴老师是跳可以加嘛，来个一字腿、劈腿，然后那导演也形容一个说法，我觉得蛮有趣的。我就问他说：“那这2个版本，就是当初在排戏跟今年在排的感觉。”他就用了一个比喻，讲你有动斗签，可能跟当代的演员，你要想能够。越来越多，就是希望他给的东西很多。但是你这一次跟传统戏曲的演员，你也牵而上而用，就是他又有动斗，但是要选择怎么样去用它。这个就是2个在用这个钱上面不一样比喻的说法。我谈讲吼，你到底要读见面，也拍戏，第一次见面要排戏的时候，就说怎么样破冰呢？这个戴老师立刻有用一个18响就破冰了，是不是？就是说，老师那个我们常常听说京剧演员那个这边要稍微可以拍个2、3下嘛，就老师想都没有想，就是一下子就拍完了。我说老师这一点点太多了，我可以减少。你也动身体，所以你要摆贵州戏剧哈，就是另外一种呈现，会看到又有传统的这个戏曲的身段在里面，可是它是很现代的，它的肢体还是很美的，甚至里面还有音乐啊，有说书人的导引等等。其实刚好头人等下分享的时间，你说一个人你用肢体，你用你的身段，甚至是你用吟唱就可以表达，或是2个人像这个双人的戏嘛。我爱想到你客家的三角采茶，我们客家也有戏，三角采茶也是一个人也可以演，2个人也可以演，3个人也可以变成一个很大的戏嘛。所以我知道了是传统的东西哈，佢哋喺讲究的是讲戏地独到底的表态，那个精髓是什么？不见得是排场，
而是它的意涵。我甲千亿团爱谈讨厌的分享，我是动手会这个强高高。其实这部戏里面，当然我们在虚实之间要让大家领悟很多很多的事情，可是我们自己怎么样在这个角色当中不停的转换，像团长李哈专性就是在盯场，在协助很多事情。他投认你要当导演，你要当演员，那如何在盯整个戏的时候，跟自己跳进去排练的时候，不会混淆？这又是另外一个好像戏中戏里面的戏了。一定有，一定有混淆，一定有混淆哈。第一个是编剧是我自己，所以写完了以后，还是会那个剧本不可能一次写完说那个完整，还是满意，说再修一下，对，排戏的中间还是会修一下。可是一个导演外面会看的时候，我会知道，这个地方没有 work。说我要改，可是我自己你会进去演的时候，那个找戏演的时候，戏讲什么样，这个是比较难，那个不一定是不是？不一定这样是的。所以这个很难，可是要找平衡。有的时候成功，有的时候失败，所以这个是一个创作的一个过程。可是这个地方好的是，我大概会演过这个戏。所以这一次我们会演的时候，我会知道我想改的地方在哪里。好的东西为了不要换掉，好的东西保留，不满意的地方要调整。所以这一次所以我要这个有一个眼睛会出来，什么会要整理的地方是在哪里啊？那他们也很好奇，你又是导演又是演员，你这两个怎么做切换？拍戏的时候。那个演员跟对戏的时候，我还是会那个导演的眼睛还是一直都一半开始会演，所以可是演出的时候很自己真正的演出的时候，我自己说我是不是导演，你就是投入角色里面，角色发生什么事，戏好不好看是观众决定，可是我是演员，好这个的切换。要很清楚，没有的话，那个你会一直演一个我的 co-actor，讲一个句话，说的时候我会跑出来，这个不对，那个不能发生舞台上，这个是很小心的一个东西，我自己会说。演出的时候，演员rehearsal的时候，排戏的时候，有一个导演的眼睛跟看这样子的。哇，所以真的很不容易耶。所以抓出戏其实在走戏的过程当中，刚才Yuki讲，你看经过了将近10年，要再演这部戏，知道嘛该留下来，嘛该走在干演。特别这一次跟这个武生老师演出哈，你有没有觉得台湾的这个戏曲带给你什么样的震撼？震撼的真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有什么新的一个灵感或不一样的看到？如果我没有到台湾的话，今天我的做法那个美学的部分有可能会不一样。我以前印度有很多的传统，所以当代的我们的这个年轻的人，我觉得传统是一个过去的东西，没有 old fashion 的所以一样的。我长大的时候，我不是那么有兴趣那个，所以我一直都会学习那个当代的那个这种的。可是去了新加坡，学习各种各样的文化，南剧啊、印度的，回头看，到了台湾以后，我会开始看京剧跟昆剧，我会发现，传统我们有印度的有跟不一样的呈现，可是底下的那个 fundamental 是一样的，所以从那边会开始教传统的这个，所以第一次那个这样子的合作的时候，我学习很多。所以传统就变成我们的养分，对养分这个土壤。这时候要再次新梦团长啊，新梦佩安姐，老给来到推吧了，挖到宝了，挖到宝哈！等下转到节目当中，其实同大家分享，当然两位还有当到的心路历程做得讲的哦。等下其实转到节目当中来。
Rita 轉到福氣來咧 ，Rita 除了會唱歌，兩個藝術家都係自簽嘅劇創人哦。先來唱歌，你嘅團長，好平安姐，你了等嘅時候本大家透過藝術家嘅生活，你看到冇共樣嘅事呀？點看安到戲嗬？你最後嘅戲係乜嘅？嘅地圖你最後乜嘅台詞？講到經典，我還是會想到，就是在西方莎士比亞在《哈姆雷特》裡面問到，然後裡面有句台詞是：請你善待這批戲子伶人，因為他們是這個時代的縮影。哦，很感動哦。好，也請大家好好愛我們 EX 亞洲劇團。記起好嘅戲劇啦，哦，你要記不用的每一家。特別在假戲真做裡面，它其實就代表每一個角色，是我們每一個身份，請好好善待自己，善待別人。哇，動讚，西蒙伊哈莎士比亞的劇作，該投任呢，我們要最喜歡看什麼戲？裡面非常動人的一句台詞是什麼？我覺得我會選我自己的那個好犀利裡面，我就站在好犀利啊！這個世界裡面，我們大部分都考慮太多經濟這個。所以我會寫一個特別的，會放進去一個人稱是一個狗屁。你再說一次，這句話還蠻好的。你再說一次。如果我們的 life is just life，不是沒有他們太多要求我們，可是我們太多，我覺得 life 是很重要的，活開心的活就好了。所以我覺得一個很簡單的想，這個是一個狗屁。好，所以。錢，什麼都要錢。如果你好好照顧的話，人生會回來會高這樣子的。好，這個我覺得這個劇集，我覺得看起來聽起來不是那麼civilized 的感覺，可是人好好的考慮 life。Don't take so seriously, enjoy 的意思。活在當下，開心的活。初心的感覺，就是說，曇花一現，但是那個味道要留住，這樣。我覺得我們這一集可以開放一個 Life is 人生就係噗噗，係咪咧？歡迎大家自己來想嘅哈。透過兩個藝術家嘅分享咧，其實除了我做表演，我去透過生命。去表現動的東西，好像因為我們人生在經歷不同的事物哦，是很動人的那個風景。那當然這一出戲要好好跟大家介紹，要動到用心嘅設計，音樂啦、服裝啦、舞台啦等等，來同大家好好介紹一下。好的，假戲真做，它這一個剛剛有提到很多的元素，通常是那位用煮飯來比喻，好像你要煮一道菜，這些剛剛提到的元素，像是紅蘿蔔啊、薑啊、番茄啊，你全部丟進去，你要煮出一個最後看不到原來的那一個形狀，但是你吃得到那道菜的味道。好濃縮，好精華。所以假戲真做，它所有的一個從表演到舞台的所有的美學，其實它就是融合成一道呈現在觀眾面前的菜，所以它可能很跨文化、多語言，但是裡面所有的一個形式，希望最終出來的是它的精華。所以禮拜其實在音樂當也特別邀請黃培玉老師，佢來做幾隻音樂的編曲。那特別在語言，剛剛講到跨文化、跨語言哈，所有的朋友來看呢出戲的時間，你會聽到印度語一定要的哦。印度語又分很多種，是500多種裡面的哪一種？我會講我的母語曼尼普語言的哈。就是導演家鄉的曼尼普爾的方言，是他的母語。來一點點這樣子。好像在唱歌哦。對。韓國又談到翻譯，要兩種語言，是，而且特別要讓大家感受到談戲冇關係，但是你要來感受。其實看表演，你就是心領神會了，感覺很用音。係啊，你就不會說啊，這句話在講什麼？沒有字幕，然後會覺得沒有安全感。那也會覺得對於觀眾而言，你就把聽不懂的語言當做一種音樂，所以你可以打開你的想象力。你可能沒有辦法100%的抓住每一句意涵，但是我保證一堂戲因為可能性。哎呦。
哦，很赞哦！你记不懂吼？俺讲吼，礼拜大家系讲上会看到你类似印度界客家蛇龙你才子表演，好好把握机会，因为听说今年啊真的是又猴塞雷又假戏真做2.0，那改要退而不休，要退居幕后了，干嘿？导演你不演啦？真的吗？你不太 low 嘞，跳不起来了。来用音拱音安 low 哎。我觉得还是那个素演员就还是会想演，可是我比较想会那个培养新的代的演员，因为你们一直都有在培养嘛，对不对？因为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在任何的一个行业里面，其实我们都会碰到断层这个问题。我们其实尽管在表演艺术，我们也很意识到这个部分。你一定是要在你还在中段的时候，你就要开始做这个准备。你怎么样可以让对这个表演艺术有兴趣的人有提供他们一个平台，然后让他们可以在未来就是承接上面不会有一个断层。所以这也是 ES 亚洲剧团在从事艺术创作之外，我们也希望，对于表演艺术的孩子能够有一个培养他们专业领域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嘿呢，所以还讲好表演的音，还讲无论乜界角色的音，我们都好像要有一个传承的感觉哈。嘿，所以礼拜几招戏剧都用心。希望大家好好把握机会。我想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演出的资讯，好吗？好，大家有时間11月23號到24號，禮拜5、禮拜6，我們台北有在台灣戲曲中心在士林那邊的3102有2場的假戲真做2.0的演出。那當然台北嘞哈，它的劇場，而且特別它的空間不一樣哦。對，它就是一個黑盒子劇場的這樣的一個概念。黑盒子就是整個。就是进去的空间，它就是4方是空的，然后大家可以进去感受到很近距离跟表演者的一个感受的互动。你爆人演员，我们就把演员包围着，我们就是在戏里面的演员，是这样的感觉。没错。那11月30到12月1号要回到 ES 亚洲剧团的所在地苗栗。然后我们会在文化中心的中正堂做3场的演出。那这一次也很特别，因为中正堂大家都以为它是一个演艺厅，我们这次会把我们的观众搬到舞台上面，所以那是一个在演艺厅里面，你可以同样近距离去看假戏真做2.0的感受。哇，所以本大家看戏的感觉是都冇重要，所以希望大家透过安用，你真的要进到戏里面，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海报上面去写的动吼，他说难辨痴与癫。到底是真紧讲也系不癫系么？癫戏子撑起半片天，流转须臾时，伶人绝技登新巅。其實我知道可能一點啦哈，不過所以點養生似養好高咗麼？你亞洲劇團一路行來經驗上來第幾年呢？我們今年第14年了。第14年了，很快哈，好像10年是一個坎。要进到下一个坎。是假戏真做在2010年首演，我们也在我们10周年2016年的时候重新搬演。那今年2019是等于是2.0的升级版，希望大家可以进到剧场来分享我们创作的过程。很赞哦，真是俩好的系统，大家分享，希望大家多多来支持。尤其呢，你就得感受到跨文化。跨语言，当到冇强的东西夹强下，到底经用扮演新鲜本大家做得当感动。还个除了戏校地图，我想你应该会看到这个人哦。我想在节目最后哈，再次希望两位，也祝福 EX 亚洲剧团继续做很动人的戏剧。希望两位，谢谢，安子生。讲乜嘅？安子生，安子生，印度手语，印度手语，安子生。好，我想最尾呢，你来欣赏了策展人启峰老师嘅嘢，嚟邀請大家記得來看戲哦。講來了，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這一次戲曲夢工廠的策展人張啟峰。他其實不是復刻傳統，而是從傳統當中有了創新。
有了创发。而我觉得其实这个正是戏曲梦工厂成立或是呢邀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之一。2010年我看了这个戏的首演在竹围，那当场呢非常的感动，会有不同的演员、不同的表演体系进来，不同的一个表演背景，可以呢从同样的文本展现出不同的一个剧场的风貌，而且呢在2位演员的一个互相激荡跟较劲之下呢，反而能够激发出很多属于跨方面的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一个惊喜。因为你如果有一个丰厚基底作为基础来进行跨的话，它就会比较能够取舍。所谓的取舍，他就知道整个的跨，你有什么地方可以出去的，有什么地方你可能要留着。这出戏它本身文本探讨的内容其实是有相当的深刻度，但是呢，它在舞台上呈现出来的呢，其实呢就是非常活泼，而且呢吸引观众一定想要继续看下去。这出戏只有2位演员，2位演员要演出这么多的剧中人，所以呢，说书人当然会有所转换。而这一次由戴立武老师所担任的说书人这个角色，因为戴立武老师本身有非常精彩的一个京剧的一个表演能力跟表演艺术，所以呢，在这方面他可以有很多的发挥，而这个发挥呢，更凸显了说书人他不仅是在带领的方面，同时呢，在扮演的方面呢，同时呢，都可以有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就来看戏吧，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